你还走？怎么了？你舍不得我？你是一个人睡觉，害怕吗？你看看后面那辆车。后面那辆车怎么了？我们从医院出来以后，他一直跟着我们。你是说我们被跟踪了？那怎么办啊？你想不想看一场好戏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出来吧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老冯早就知道有人跟踪你，不过今天算他们走运。那你能不能早点告诉我呀？你不懂，这样才能有效果。邓飞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。你们也要小心。我先送师彤回家，一会儿现场见。你还走？怎么了？你舍不得我？你是一个人睡觉，害怕吗？老大，你们就是一帮废物！我要你有什么用？以后别让我在天海再看见你们。强哥。
你去哪儿了？家里没吃的，我去买早饭。大早上你买什么早饭呢？大早上不买，我什么时候去买啊？可是万一早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担心我啊？行美，你先吃吧，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呢。韩助理，秦助理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查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资料。如果我们能联系这几家公司的话，我想我们肯定会有更多合作机会。太好了，那你赶紧给云总看看啊！就麻烦秦助理把这几份资料转交给云总，千万不要说是我给的。为什么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为沪润集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也希望不要让云总多想。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记得把这些转交给云总。